鳳形仙館創立於1929年，係一間全真龍門派嘅道教公館。80年嚟，鳳形仙館抱住弘道立德嘅信念，發揚道教信仰同文化，並秉承濟世渡人嘅宗旨，服務社會。鳳形仙館依山而建，園林錯綜奇間，佈局匠心獨運，同時體現咗中國傳統嘅建築同道觀文化。不單止係善信參神嘅聖地，更加係北區旅遊嘅重要景點。鳳形仙館主殿斗率宮內供奉太上老君道德天尊，全真五祖之一嘅純陽女祖師，以及龍門派始祖長春幽祖師。館內其他主要嘅殿堂，仲有供奉慈航道老觀音大士、南神北斗星君嘅觀音殿，供奉斗路元君同60太歲神嘅元神殿。近幾年嚟，鳳形仙館館內有唔少新嘅建設。護法寶殿喺2007年重建落成後，更見莊嚴。養生之道係道教重要嘅一環，從古至今，道教同埋中醫呢門學問一直息息相關。喺古代有唔少道人都精通醫術，懸壺濟世。喺1980年代初，鳳形仙館只係喺社區委託藥行辦理中醫義診。發展至今，鳳形仙館喺館內自設中醫門診，並喺2008年成立咗大埔社區保健中心。而為咗照顧鄉郊居民對醫療服務嘅需要，鳳形仙館設立咗一架流動鄉郊醫療車，走訪新界東嘅偏遠村落，唔單止為居民提供免費中醫診治，並且向鄉郊居民講解健康教育，推動佢哋關注自己嘅健康，培養一個正確嘅養生態度。為咗發揚敬老護老嘅精神，並協助長者達至老有所為、積極晚年嘅目標，鳳形仙館先後喺粉嶺同大埔成立咗2所老人服務中心，並喺呢個基礎上面成立咗關懷長者外展服務隊，照顧鄉郊地區嘅長者。2所中心都為會員舉辦各式各樣嘅文娛同康體活動，並且鼓勵長者善用餘暇，參與義工服務，服務大眾，締造積極同豐盛嘅晚年。此外，鳳形仙館亦不時舉行長者千人宴、社區關懷活動、粵劇欣賞會等，發揚敬老嘅精神。教育係發展未來社會嘅關鍵，本着明道立德、興學育才嘅宗旨，鳳形仙館喺辦學同助學方面不遺餘力。鳳形仙館喺北區設立咗1所幼稚園同2所青年自修室，旨在為區內幼童提供非牟利嘅優質學前教育，以及為莘莘學子提供一個寧靜舒適嘅學習環境。鳳形仙館每年更加頒發公開考試成績優良獎，鼓勵同學精進學業。鳳形仙館亦都非常關注中國大陸基礎教育事業嘅發展，歷年喺國內捐建多間希望學校，資助鄉鎮學校興建教學樓，改造危舊校舍，添置教學設備，改善貧困地區嘅辦學條件，為國內兒童提供更多更好嘅教育機會。除咗開辦以上嘅社會服務，
鳳形仙館亦不時捐助香港同其他海內外嘅慈善團體，支持不同類型嘅善業嘅發展。而每當各地發生自然災害，鳳形仙館積極響應各界嘅救災呼籲，捐助受災地區。道教係中國固有嘅宗教，為咗令更加多嘅人認識呢個中國人嘅宗教，鳳形仙館喺推廣文化方面不遺餘力。1996年成立嘅香港道樂團係香港唯一專門從事道教音樂表演嘅團體。道樂團選擇道教科儀中具有特色嘅韻曲作為藝術演出，期望將傳統嘅道教音樂帶出宮觀道場，發揚光大。經過多年嘅耕耘同努力，道樂團漸漸達至專業演出水平。2008年10月獲邀參加香港國際中樂節，可以話備受肯定。為咗進一步喺社會上推廣道教音樂，鳳形仙館喺2001年同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同音樂系發起首屆道教音樂匯演。此後匯演由台北、北京、新加坡、廣州、成都、南昌等地嘅同道協力承辦，成為道教界一年一度嘅盛事。除咗推動道教音樂嘅演出之外，鳳形仙館喺2008年同上海音樂學院合作成立鳳形道教音樂研究基金，旨在推動道教音樂嘅研究同人才培訓，達到從多方面推動道教音樂嘅發展。身處資訊科技迅速發展嘅年代，互聯網嘅力量不可忽視。1999年啟網嘅道教文化資料庫網站，邀請專家學者以百科全書嘅形式編寫條目，建立一個道教知識寶庫。網站包括咗繁體中文、簡體中文同英文3個界面，一直係互聯網上面主要嘅道教參考資料之一。2008年推出嘅道教文化中心網站，則旨在報導同傳播道教最新消息，促進各地道教資訊交流。為咗推動道教學術研究同培養研究人才，2006年鳳形仙館同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合作成立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教研並重，重點項目包括道教文化與通識教育、道教文化證書課程、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其中暑期研修班每年邀請中國道教學院安排道長來港交流，深受好評。鳳形仙館另一個創新嘅文化項目係2004年啟播嘅道通天地電視頻道。呢個頻道係全球首個道教電視頻道，喺香港寬頻電視718台24小時播放，旨在展現中華文化，發揚道教思想。要了解大道嘅奧妙，一定離不開太上道祖嘅著作《道德經》。近呢幾年嚟，鳳形仙館參與同舉辦咗多個以《道德經》為題嘅文化活動，期望令到普羅大眾更深入咁認識到太上道祖自然、清淨同無為嘅哲理。2007年4月，首屆國際道德經論壇喺西安同香港兩地舉行。鳳形仙館近逢盛會，傾力參與香港組委會嘅工作，協助籌辦萬人齊誦道德經及大道流行道德經版本文物展等活動。萬人齊誦道德經不但為論壇揭開序幕，萬人合誦之聲更加打破咗最多人同時集體發聲誦讀嘅世界紀錄。而版本文物展係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嘅道德經主題展覽。為咗延續道德經論壇成果，鳳形仙館喺2008年9月
與新加坡道教總會合辦《道德經》多種語言版本文化展。